尖子特工3，東非見聞。舊年暑假，我同爸爸媽媽、姐姐一齊踏上咗夢寐以求嘅肯亞之旅。當飛機降落喺陽光燦爛嘅非洲大地嘅時候，我嘅心情既興奮又緊張，期待住同野生動物嘅第一次親密接觸。我哋最難忘嘅經歷呢，就係親眼目睹咗舉世聞名嘅動物大遷徙。嗰日朝早，天空湛藍如洗，我哋乘坐吉普車嚟到馬賽馬拉國家公園嘅馬拉河邊。只見數以百萬計嘅角馬、斑馬同埋羚羊，好似黑色嘅洪流咁湧向河岸。佢哋嘅啼聲震耳欲聾，四周塵土飛揚。就喺呢個時候，河裏邊突然冒出一條條巨大嘅鱷魚，岸邊嘅獅子亦都虎視眈眈。只見動物奮力跳入河中，掀起滔天巨浪，鮮血染紅咗河水。掠食者同獵物之間嘅生死搏鬥，驚心動魄，等我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呢一幕深深震撼咗我。回港之後，每當我攞起餐刀準備切開香噴噴嘅牛扒時，腦海總會浮現嗰血淋淋嘅掠食畫面。嗰啲動物為咗生存而奔跑掙扎，俾我感受到生命嘅脆弱與珍貴。經過一番天人交戰，我終於鼓起勇氣向媽媽話：我想試下食素，好嗎？媽媽溫柔地點頭支持。我嘅心裏邊湧上一股暖流。呢次肯亞之旅唔單止俾我大開眼界，仲改變咗我嘅飲食習慣。動物大遷徙嘅壯麗場面，殘酷嘅掠食現實，令我明白到尊重生命、珍惜萬物嘅重要。每當我回想起嗰片廣闊無垠嘅草原，心中總會湧現無限感激與敬畏。呢一段經歷將會成為我成長路上最寶貴嘅回憶，永誌難忘。問答題：第一題，呢篇文章有咩問題？第二題，簡潔說明呢篇文章所交代嘅時間、地點、人物同埋事件。第三題，文章中作者重點記述咗乜嘢？第四題，喺文章裏面講出5個感官形容詞同埋5個情緒形容詞。第五題，喺文章裏邊講出5個4字詞語。選擇題，第一題啦，作者參加肯亞之旅嘅主要目的係乜嘢 ？A. 參觀非洲現代城市 B. 觀察動物大遷徙C. 體驗沙漠騎駱駝 D. 享受海灘度假。第二題呢，動物大遷徙發生喺肯亞嘅邊個季節 ？A. 12月至3月 B. 4月至6月 C. 7月至10月 D. 11月至12月。第三題，作者描述動物過河時主要運用咗邊啲感官描寫 ？A. 嗅覺同味覺 B. 觸覺同埋聽覺 C. 聽覺與視覺 D. 視覺與觸覺。第四題，作者決定吃素嘅主要原因點解 ？A. 媽媽強制要求 B. 目睹掠食場面感到震撼 C. 嘗試健康飲食 D. 肯亞食物唔合胃口。第五題，呢篇文章傳達嘅主要啟示係乜嘢 ？A. 旅行能夠增進家庭感情 B. 野生動物園呢就比城市仲有趣 C. 尊重生命與珍惜自然 D. 食素係健康嘅選擇。